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高進啊，歡迎嚟到高進 channel。今日嚟到邊啊？嚟到哎呀，唔係深圳，成日講深圳外邊場。今日嚟到香港嘅國際機場啊，即將要飛日本東京啦，咁就成田啦。咁啊凌晨機嘅，咁啊基本上就星期二、星期四咧就分別有兩個唔同嘅廣告要進行拍攝嘅。原先我哋 Happy 哥話：喂高進，喂想跟埋你去睇你拍廣告喎，又或者係行下食下嘢咁啊放鬆下喎。OK 啊，一齊嚟都冇問題噶。點知到最後都係始終都係行唔開，因為公司太忙啊，太好生意，再加埋佢兩個大 BB 又要去睇一睇啦，係咪行唔開啦？咁啊唯有下一次先啦。咁我高進咧就會喺日本會有幾笪地方都會係有時間嘅話，我高進亦都會拍好多行街街片俾大家睇嘅。你話我幾時會再翻嚟橫琴北？我即係而家暫時答唔到你住，睇下點樣安排先，好嘛？咁但係我會好快，應該係7月頭嘅話咧，因為我高進應承咗，我高進係講得出做得到，係好似楊 Sir 話齋面向全世界嘅。我高進話過，當我到1萬訂閱嘅時候嘅話，我會將5月份，即係我5月到1萬訂閱啊嘛，將5月份所有嘅 YouTube 嘅盈利全部捐晒去我哋香港嘅兒童癌病基金。我高進係出一點綿力者，幫一幫有需要嘅小朋友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咁又都係嗰句啦，唔好企喺度咁悶啦，嚟一個360度轉一轉圈俾大家睇下，得唔得？嗱，今晚凌晨機應該聽朝早係好似6點零鐘已經到成田機場。咁啊，去到酒店之後，我會再同你哋報道下個情況係點樣嘅，好嘛？咁啊，夜晚咧，我預告翻啦，我夜晚就應該會喺東京鐵塔嗰度用個夜景影一影俾大家睇下，又傾一傾下我今次嚟東京嘅近況啊，會係點樣？有啲咩詳細嘅嘢同你哋講下，亦都講一講下我離開咗橫琴北，哇！其實真係好鬼掛住橫琴北啦，唔係講笑啊！阿 Happy 哥啊，仲有好多係咪啊？仲有李姑娘啊，係咪啊？科順達啊嗰啲好多好朋友，佢都變咗成個一家人咁樣噶啦已經。有啲唔捨得，但係唔捨得之中咧，都係要去，即係要做嘢啦，係咪？都係嗰句鬼叫窮咩頂硬上啦，係咪啊？我高進要喺度多謝大家，多謝我嘅粉絲們由第一條片支持到我高進到而家咁就過1萬訂閱，希望大家一齊散發正能量，係嘛？希望好快到2萬訂閱，我係將2萬訂閱嗰個月嘅 YouTube 嘅盈利，我亦都去捐咗去。另外邊一度咧，我到時再容後再公佈。雖然我啲錢唔係多啊，1萬幾千咁，係出一點綿力嘅咋散發正能量啦。好似我拍檔阿 B 姐姐講，喂高進，大家一齊散發正能量之餘，生命影響生命，大家認唔認同啊？OK， 記得訂個高進 channel 係唔使先撳埋隔離嘅 long 撳埋全部。當高進一出片時候，大家會第一時間會睇到高進嘅近況會係點樣呢？到時我會影一影，我有時間我高進一定會影啲日本嘅行街街片俾大家睇啊，同埋高進以前喺日本做嘢嘅時候，喺邊間拉麵店啊，或者係邊間放題會食得多嘅話，我會介紹下啦，俾大家睇下係咪啊？當一個參考啫得唔得？咁係啦。咁訂咗高進係等於你哋做咗善事㗎啦大家一齊散發正能量，好嘛 ？OK， 多謝你。應該下一條片嘅話就應該到咗日本㗎啦。到日本機場我會唔會再拍片俾大家睇咧？我到時睇一睇個情況係點先。我仲會講嗰啲電車得唔得咁盡量影俾大家睇好嘛？OK， 好，條片嚟到呢度，多謝你哋，好，拜拜。